大陆盛传只要捐精子就能拿到人民币5000元，约台币2.3万的报酬，消息引发热议。一名39岁香港主持人决定逝世。昨天29日，他在微博和 IG 上晒出自己的捐精合格书，精子品质不但被认证 A+，还拿到人民币6000元，约台币2.7万的补贴。香港主持人林盛斌昨天在微博和 IG 贴出捐精合格书，上头记载年龄37岁的他，捐献时间为1月28日，一共捐了10次，精子品质获得 A+ 认证。而大家最关注的补贴，加上慰问金，一共有6000元人民币，相当于台币2.7万元。林盛斌表示，最近搬家花了很多钱，外面市场又很安静，真的没办法，想了很久，昨天终于去了，也好，赚回一点点，够交这2个月的水电瓦斯费了。演艺圈好友 RSA 蔡卓妍看完立马回应真的假的啊你，也有多位好友留言表示怀疑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上头的 QR code， 就知道这应该是造假软体做成的。其后林盛斌回应，其实是在社交平台上用图片制作器制成的。看到很多朋友认真关心他，觉得很好笑，但他也强调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不会乱给别人，我会留给自己，希望自己未来不需要走到这一步。